呢三種肉如果戴得啱，真係會對我哋有益噶。等我同你逐一講下翡翠、和田玉同南紅啦。翡翠手鐲主要產自緬甸，顏色多到眼花繚亂，好似帝王綠、紫羅蘭、黃翡咁，種水仲分得好細，有豆種、螺種同玻璃種。不過翡翠屬性偏寒，火氣旺嘅女子戴就啱啦，但如果本身寒底呢，就唔好成日戴啦。和田玉嘅產地就多啦，新疆、青海、俄羅斯、韓國同加拿大都有，佢整體偏溫性，特別啱寒底嘅女子戴。南紅主要嚟自四川涼山同雲南保山，佢都係火山噴發、岩漿冷卻之後形成嘅。你見到嘅紅色其實就係裏面嘅鐵離子，長期佩戴嘅話，裏面嘅礦物質會慢慢滲透入皮膚，對女仔真係非常好㗎。